有没有喝酒？没有。闻到酒味了，没有喝。这个查甫人开身躯臭酒味，佮讲无啉，有啉无啉，切过谁知影0.44啊，公共危险啊！一个测0.44，伊则讲有啉2罐白亚酒，随便伊则公共危险罪移送。这个案件是发生伫正月初2，台北市文山区。其实过年来，全台湾已经发生828件啉酒赛车案件，敢若伫双北过年期间，就超过70件，将近50个人被移送。警政署下令讲，警方会针对啉酒赛车较有发生的场所，包括酒店、KTV 甲其他的餐厅，加强巡逻甲临检。包括他的代驾的服务，另外再提供饮酒的客人做一个劝导的动作。好，那店内还必须来张贴一些酒后禁止驾车的一个宣导标语。新法律已经伫1月30实施啊，啉酒赛车无吊税罚则。为本来2年以下有期徒刑增加为3年，还佫加上30万以下的罚金。虽然讲甲去年过年期间比较起来，死亡案件已经减4件。受伤案件减少51件，初步展现出这个执法的成效。也毋过，共款有人罚毋惊。即马啉酒赛车惯犯，毋若要公布姓名，若弄死人，上悬会使判无期徒刑，罚300万。伊嘛讲，毋能够有家庭，因为你只是贪杯而破嘴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